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台中市食安处早起公布台糖猪肉片搁再验的结果，确定验到300种，食药署跟行政拢强调这是个案，民众唔免上惊吓。明仔载开始放年假，台铁各高铁拢提悬运营。早起国道5号往宜兰的方向已经开始塞车，机场要出国的人嘛叉。台积电宣布要伫日本的新本搁起第2座的晶圆厂，今年底动工，2027年的年底会当营运。新闻开始来看台中市的食安处早起公布台糖的猪肉片300种搁再验的结果哦，确定又搁验到西布特罗0.001 ppm。食药署长吴秀梅是强调讲，过去的10档，咱国内的猪肉拢唔捌验出有300种，这届应该是个案，请民众会当放心继续食鸡肉。现在下晡2点嘛开记者会，强调讲这批验出300种的肉片是个案，民众唔免伤惊吓。台糖的猪肉片进前，互台中市府验到禁用的300种西布特罗，相关检体送到卫福部食药署来复验。食药署7日早起开记者会公布检验结果，经过实验室3摆检验，7日透早确认验出西布特罗0.001 ppm。我们自己检验的结果是0.0013、0.0014，还有0.0014 ppm。我们做3次的结果是这样，所以我们是判定为0.001 ppm。食药署长吴秀梅表示，西布特罗是台湾农业部禁用的农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拢未核准用在动物使用。国际之间也无定出每人每工安全摄取量 ADI， 甲残留容器量，国内史上只有验出这一件。为强化相关猪肉产品检验，食药署宣布为今年度后市场抽验件数为原本的2000件提悬到4000件。今年度本来设定的是2000件，那我们会提高到4000件的猪肉样品。那持续在这一方面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抽验。吴秀梅强调，这摆复验数值0.001 ppm， 浓度是正低，也接近侦测极限值。食药署为103年到112年之间，后市场猪肉产品包含进口甲国产的猪肉，总共抽验19000多件，拢无验出300种，合格率是100%。呼吁民众依然能安心食猪肉。但过年了后，各邀请食安专家开会来讨论。进前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一直批评台中市调去公布有啥物考虑，各质疑检验过程有问题。结果出来，互王必胜被洗面。到记者结果进前，王必胜手机拢无开机，无法度知影伊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早起嘛开记者会，公布台糖猪肉片搁再检验目，同款是有验到300种西布特罗，嘛强调讲复验的过程有食药署专家学者，搁有台糖搁第三方检验公司的代表参加。市长罗秀燕是呼吁讲，应该爱小停基层的食安人员，嘛对因最近受到误解甲批评，感觉真感。台糖国产安心豚的肉片，顶个月15号去台中市食安处抽验，发现含有300种西布特罗。2号对外公布了，引起了中央甲地方论战几日天。7号台中市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复验的结果，同款在肉片当中检出0.002 ppm 300种西布特罗。透过我们整个仪器再继续的一个跑。完成整个整个流程，然后到了今天早上9点半，就要确认一个数值，那我们的数值就是0.002 ppm。这个复验的过程包括中央食药署专家学者、台糖代表，也有第三方静态检验科技公司代表在场，总共11人参与，而且专程录影存证。经过意向晨曦串联质谱仪分析，确认数据。卫生局强调，2号发现无正常，马上对外公布，是因为涉及食安问题，真着急。依食安法规定，若是无马上公布，也会有公务员渎职的问题。就是以市民的健康为依据，因为呢，如果要接受业者的复验之后呢，我们再公告的话，可能要再2个礼拜。我们认为这样的话，时间再拖下去是不适宜的。我对于中央没有任何意见，我只是不舍我们的同仁，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被误解。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对基层的公务员这几天去外界批评误解，感觉真唔甘，强调的专力来支持食安人员，和数据来讲话，真相的水落石出。记者台中报道。
再来看农业部嘛，针对这批验到三马精马片的来源饲猪场，佮有其他9间的饲猪场来采检猪的检体，佮有饲料，拢无验到有三马精。早起佮在公布要扩大清查大肠的饲猪场，嘛强调讲检验哦拢无问题，所以认为讲这个事件是单一个案，毋是系统性的问题。前一天公布大肠的来源饲猪场，佮9场饲猪场的毛、血清、饲料拢无检出乙型受体素西布特罗。农业部下早佮一概公布扩大清查的结果，查验大肠所有的肉猪场佮饲料厂，结果相同拢无检出来。在我们过去的一些扩大检测跟整个的处理，其实都没有检出。农业部表示，为2月3号到6号累积完成298件样本，拢无检出。这个扩大查验的对象是大肠所有的肉猪场，包括台中、中华、云林拢1场，嘉义3场，屏东4场有血清145件，毛29件拢无检出。另外，更加扩大北中南8位肉片市场，毛嘛拢无检出来。那截至昨天为止，那我们总共有80件的猪只的毛发的一些样本，那80件也都没有检出，所以我们预判检出微量的西布特罗是属于单一个案，不是系统性的问题。农业部表示，今日单一部位的肉片验出西布特罗，确实是无前例。嘛强调，乙型受体素是禁药，国内无开放进口，袂当卖，然后少数标准品来进口，敢有可能是走私入来的？农业部强调，进口罕咧看，佮有贵的西布特罗，毋是有利润的代志。记者林仲美单重回 SNG 小组台北报道。来看华人市美仑工业区哦，一间红门屠场，找到有一个38岁查甫员工，伫洗设备的时候昏倒伫槽内底。消防局接到报案，随去救人，也毋过这个查甫人送病院嘛救无回来。为了要把受困伫南马矿受矿槽内面的人员救出来，消防员用破坏器材，甲通身切落开，才把受困的患者救出来，但已经无喘气、无心跳。患者疑似缺氧环境造成昏迷，倒卧在槽体里面。美伦所属到场之后，对槽体进行切割破坏，进入到槽体内，将患者带出送往慈济医院。患者现场状况以无呼吸、无心跳为欧卡状态。这个工业意外是发生伫初6的早起，美仑工业区有一间南马矿工厂，因为换添加剂爱生洗受矿槽，38岁世道的查甫人是一个人入去做工课，疑似未喘气，身体无爽快，想要爬出来时阵昏气，对人工笑管落落来。那雇主如果要安排劳工进入局限空间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先要确认这个局限空间内是不是有会引起劳工相关危害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会有缺氧啦，或者是一些通风换气跟监测氧气浓度等等。官方的投资科强调讲，规个公安事件已经通报予一案处，告诉若有违规，会照相关法条来裁罚，甚至要求停工。另外，窃盗的查某人送医嘛是抢救无效。过年之前发生这种代志，互厝内人是真歹接受。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放年假咯，包括台铁、高铁、国道客运，拢已经做好疏运的准备。台铁会加开256班列车，高铁的运量嘛提悬3成。今仔国道的车流量，高速公路92股会有105万车公里哦。今日早起9点哦，国道5号往宜兰的方向嘛已经开始塞车咯。这天春节连假为初八开始。行政院长陈建仁甲交通部长王国材等人早起去台北车头视察台铁、高铁甲台北客运疏运的情形，强调应对新增的交通，拢已经有开上大的量能。台铁呢增加了12万个座位，而且有实名制的东线有实名制的列车，还有红眼列车真的是尽最大的可能来提供最好、最优质的这个服务嘛。台铁预估，春节期间每一天平均的载客量是74万2千人，初三会出现疏运的高峰。过一天上大载客量有到81万7千人，专线会加开256班车。总共加开了256列次，整体运能可以增加6.5%。那每日可以多提供323万的座位空间。高铁疏运10天的期间，会依次提供自由座，不过各站会做自由座人阵的管制，计共加开1875班车，运量比平常时提悬要3成。提供了183万的座位数，那整个运量旅运来讲，
运能是增加了29%。上尾一天的上班日，高公局预估交通量是105万车公里。早起9点，国道5号路南的车差不多是6500台，比109年同期增加12%。预估本日从早上10点左右，在国务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会有陆续车潮涌现，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大量回乡过年甲出门行村的人阵会开始出现，但近日发予各单位水果甲过年的福利，感谢站务人员伫申请的期间坚守职务。咱来王国才强调讲，除了开上大的量能，嘛会请各单位加强安全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桃园机场嘛，预估会有127000人次哦。大部分民众嘛拢比平常时较早去机场。旅游协会嘛建议自由行的旅客哦，上好就爱买旅游不便险，万一行程有状况哦，还有保障。旧人山也个在新野发糖啊，特别过年桃园机场充满年味，出国旅客拢感觉老热个欢喜。他们看到财神就被吸引过去。我在免税店买东西，他就说：“妈妈，我要来看表演。”免税店为了在过年期间提供旅客热情的一个过年的气氛，所以特别邀请了我们的舞狮团。经济预报过年连假前一天，桃园机场旅运量有177000人，旅客数分大部分顺利。不过真侪旅客是烦恼，过年期间出口人较济，大部分也是提早3点钟到机场。一个当然是为了我们的这个check in 比较顺畅，然后我们也是担心说快要春节了会比较塞车塞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特别提早来。所以我们这样提早多久？3个半小时。会担心那个春节人特别多吗？会啊，每年的话大家都可能会选择出国，国内的旅游都太贵了。桃园机场预估今年春节数分9天，旅运量会达到116万人次，比去年12天数分人数89万人次，加出17万人次。航空公司上面在人多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机会超卖的现象。这种就是大量的这种就是旅客人潮的时候，也会建议要先投保旅行不便险。机场人济，旅游业品保协会除了呼吁机场服务量能也要对调，也提醒旅客除了提早报到以外，也要再三确认机会特殊参摄者的资讯。各建议自由行旅客爱加买旅游不便险，另外班机客也可能临时改登机门，提醒旅客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向对台湾真友善，对中国的态度大家真硬。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昨经过参议院表决通过，真做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嘛表示讲，美国需要甲台湾徛做伙。另外，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扩大，美国的空军嘛宣布讲，袂予咱台湾的 F-16V 战机哦，要来进入第2阶段的升级。中国对台继续施压，不过美方同款是顶挺台的力量，对中国的立场真硬斗。红叫做是印太沙皇的坎贝尔，捌表态讲美国伫印太才需要和台湾徛做伙。美国参议院76以92票赞成，5票反对，表决通过坎贝尔出任国务院的副国务卿。I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working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not tested and that we stand ready to respond to any challenges. To our power, to our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more directly. 坎贝尔会变做美国外交第2号的人物，嘛是美国印太政策的重要舵手。捌真侪摆访台的坎贝尔，嘛互有期讲会当深化台美合作。另外，伫咧军备方面，美方表态会继续挺台。国军3型主力战机之一的 F-16V， 美国空军初5宣布讲，红点专案各改升级的141台 F-16V， 会入去到第2阶段的升级，包括会当挂载 AGM-88 高速反辐射飞弹，针对敌方无线电的信号来源，亲像雷达、电磁干扰装置来攻击。AGM-154空对地飞弹高空射程110公里，会当攻击福建沿海设施。MS-110的征兆业称会当增加分析作战的环境能力。MS-110啊，这个防撞击系统真的是增加它的侦照能力跟它的飞机的本身的操作安全性。那 AGM-88呢，跟这个 AGM-154呢，主要是增加它的对地的打击能力，像包括这个防空制压，还有包括这个对地的那个远距离的这个精准攻击能力。另外，后一个阶段航空专案的66架新美 F-16V 战机，虽然美方交机的进度是延前，但是国防部进前讲，赶快维持2026年以前交机线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
在这报道。咱来看婚礼有一个37岁姓丁的查甫人，以假投资假交友来诈骗，警方抓人嘛去找到4支枪，佮上百粒的枪支。初步的调查大约20多个人受害，损失5000多万，3个嫌犯已经获收押了。警方掌握消息，来到姓丁的嫌犯因兜车，找到4支枪、100多粒枪支。因为有一个诈骗集团是姓丁的嫌犯做头，用怪人投资假要交朋友的方式骗受害者汇钱了后，再个指挥诈骗集团的卡仔领钱。警方班过求敌，才查到详细。去年年底间弃获某诚信诈骗集团车手后，发现被害人众多，且被害金额庞大，指挥警方持续溯源侦办。婚姻地检署表示，因为去年底有一件假投资的诈骗案，受害者有几60个人，金额上千万。检方认为背后更有一大片的诈骗集团在做中间人，所以继续侦办。落尾才查到诈骗的主嫌是平常时住伫婚林海线37岁姓丁的嫌犯。今年1月29日，弃获丁姓诈骗集团车手首脑，并在其住处扣得枪支4把、现金50万等相关证物。经过初步调查，目前有20多个受害者去互人诈骗，拢总了5000多万。经过检方侦讯，以涉嫌加重诈欺、组织犯罪条例、各违反庆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甲姓丁的主嫌等3个人声押核准。记者王伟雄婚姻报道。高雄市警方查到讲有民众和诈骗集团用假钱骗虚拟货币，嫌犯甲1000万7套米的假钱，把做10万块，10万块一本上顶头甲上下面拢藏真的钱，结果这被害人就汇30万的泰达币给对方。警方是表示讲，这嫌犯伊是用市面就买得到7套米的假钱，会过来继续追查。来到查甫人因兜的停车场，警方详细调查。我说这个护照被偷走，你去柬埔寨了？没有啦。这个查甫人敢若是诈骗集团的车手，甲被害人买价值差不多1000万台票的泰达币虚拟货币，在甲对方见面的时，煞甲钱换做假的，敢若伫上顶悬甲下骹放真的纸票来共怪。被害人事后清点交易现金，发现犯嫌所交付的1000万元现金中，竟夹藏7829张玩具钞票，使惊觉受骗。警方表示，假钱拢有写连公卷，7套名假钱的字，用10万块做一沓沓做伙，上顶悬甲下骹拢放真的纸票。被害人头起先无发现，毋过外观一看就知影是假的，甲人挑工去做的假钱无共，目前也未流入市面。他是购买市面上的玩具钞票，然后上下夹这个真的钞票，那把它捆绑起来以后，像是刚提领的这个假象。那跟这个制造精美的伪钞是不一样的。警方甲嫌犯照早起等罪嫌移送法办，嘛会扩大追查。最近定发现诈骗集团用虚拟货币做手法，为着避免防骗，民众应该伫合法平台买卖才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29暝咯，过年拢会放烟火、放炮啊来庆祝。新北市的消防局就提醒业者烟火佮炮啊是袂当囤上过济。新北市消防局昨嘛去稽查10指一间五金卖场，嘛查到讲店内的烟火佮炮啊有105公斤火药量是有24公斤，超过管制量的6倍，上济是会当罚30万。一箱的纸箱仔全部打封条，内底拢是炮啊烟火。经过消防员来检视了后，虽然是合法引进，毋过店头囤过量全部爱被没收。内底啥物款的炮啊烟火拢总有。新北消防局找了警察伫设置一间五金卖场，查到炮啊烟火总重量有105公斤，火药含量是有24公斤，超过管制总量6倍，全部查扣销毁。业者爱罚上关30万。他们的那个货架上面摆的是不多了，那他是因为很多的买家跟他订购，然后他暂时存放在那边。那依规定，我们是全部把它没收，然后会进行销毁。
店头违规囤放炮啊，国内常常发生。中和药金纸店进前互人抓到炮啊烟火至少200公斤，超出法定管制量。即马就要过年，未少店头要抢过年财，啊，毋过进货量会记都要斟酌来考虑。如果达到管制量，这个场所负责人他应该就要投保那个公共意外责任险。那场所的位置、构造、设备也要符合一个叫做爆竹烟火制造、储存、贩卖场所设置的及安全的管理办法。符合2大标准之下，才能放超量。啊，若无店头卖烟火炮啊，总重量免超过1.5公斤，火药量免超过0.3公斤。冲天炮这烟火总重15公斤以下，火药量免超过5公斤。仙女棒这烟火类要总重量50公斤，加火药量10公斤的规定。是要抢烟火财，千万都唔通超过标准，啊，若无会造成更较侪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驳回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上诉，佮裁定讲川普未当佮有总统的协辩权。也毋过川普团队是表示讲，因会佮再上诉。针对美国前总统川普深受绝对的联邦起诉协辩权，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设立驳回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上诉，维持下级法院认定川普无负总统协辩权的裁决。Well, essentially what they've ruled is that executive immunity only can protect a president during his time in office, during his time of service. Once he leaves the White House, he has no more rights than any other citizen. He becomes Citizen Trump rather tha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y use that exact language. 裁决书指出，并接受前总统了后，伫所有时间拢伫法律之上，所以本来应伫伊做总统期间保护伊行政协辩权，拢免阁保护伊免受这一摆起诉。这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官3个月来第2摆驳回川普，是要伫被捕推翻控大选结果的罪名有总统协辩权的论点。川普团队发声明表示，川普未同意这裁决，会阁上诉。Trump is, of course, the Republican frontrunner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race, and he and his lawyers are trying hard to postpone each of his cases as far back as possible, including until after the election, if possible. Jack Smith's team, by contrast, is trying to get this case resolved this year. 川普遭到联邦刑事起诉了后，各种法院检视伫法庭一直失败。不过，伊律师团依原设法将联邦官司裁决时程延到2024年11月大选投票日了后。伊目前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显示依原走伫头前。若个当选总统所牵涉的联邦刑案可能会撤销。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再来看智利的前总统皮涅拉，昨因为直升机失事不幸过往，食到74岁。智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天，卖办国葬。有路透社表示讲，有消息人士指出，这台直升机是皮涅拉家己驶的，也毋过官方还未证实，这台直升机要飞去佗嘛无公布。智利海军伫首都身伫靠南边差不多920公里，只受欢迎的度假胜地拉格朗科，找到前总统皮涅拉的遗体。这个消息嘛由智利国家救灾机构甲皮涅拉办公室证实。皮涅拉迄当阵甲另外3个人搭共一架直升机墜落湖底，这3个人也活咧，敢若74岁皮涅拉罹难。初步判断可能是迄当阵大范围落雨，能见度低才会发生意外。不过真正失事的原因还会调查。智利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天，初9会举行国葬。Chile somos todos y debemos soñarlo, dibujarlo y construirlo entre todos, dijo Sebastián Piñera al asumir su segundo periodo presidencial el 11 de marzo de 2018. 皮涅拉乘载家己驶直升機試過去，當年4月，伊攏會甲親人伫拉格朗科度假。南美洲幾啊個領導人，包括巴西總統盧拉、阿根廷總統米雷伊、巴拉圭總統帕尼亞等等，攏對皮涅拉雄雄過身表示哀悼。皮涅拉是獨裁者皮諾契特政權了後，智利頭一個民選右翼的領導人。伊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的學位。2010年至2014年，頭一個任期內底，帶領國家的經濟有真大發展甲進步。伊個保證要賣出部分資產的承諾嘛有實現。第這個任期上界出名的代志，是2010年成功把掉在阿塔卡馬沙漠69天33個礦工救出來。這個消息是轟動全球，還佫拍做電影。2018年第2個任期，因為經濟無景氣，智利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皮涅拉部署军队压制，防指控是侵犯人权。Lamentable el fallecimiento del presidente Piñera. Yo no soy muy vinculado a la derecha, pero creo que es uno de los mejores presidentes que ha tenido Chile, porque fue cuando Chile. 皮涅拉在1980年代把信用卡引进智利，加做智利上届好业人之一。伊还阁投资智利航空公司、卡球俱乐部，甲一间电视频道。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北市网街宝华停车场，有民意代表指出讲，逐工才透早就亲像是一个大卖市场，也毋过环境是真垃圾，鸟鼠啊走来走去。台北市卫生局是表示讲，明仔载会派人去现场稽查。消费车陆续到位，台北市网街区的宝华外停车场，逐工透早2点天还袂光，都真热热。才有真侪中大型实在商提供市场的大环境费，互外停车场正做违法小型批发市场。这上面，这里，一拿搁一拿食材，凊彩放伫停车架，搁无人顾，民众都看到鸟鼠啊咧去，场面是真惊人。这互鸟鼠啊去过食材，互大环买回了后，伫双北市场咧卖，消费者买回食落腹肚，恐惊引起食安的看胖。我们看12点的时候一去看，就发现老鼠在啃食。那这中间，这边就形成老鼠的天堂，所以每一只老鼠都肥滋滋的。那影片上贩卖的东西很多都是加工过，比如说像面条、豆干或者是鸭血之类。那这部分不属于批发市场里面交易的东西的。市执行质疑实在是毋是经过检验，无法度确认。毋过安尼教育模式规避行销人、供应人把关的机制，历史稽查困难。台北市市场处表示，现场批发大部分是加工食品，无适用农产品交易法。卫生局也会派人检查，若发现违规交易，会要求限期改善。期限到没有改善的话，是罚6万到2亿。那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有交代稽查人员，就是今天在稽查的时候，务必一定就是可以的话，就是留下车号。现阶段夜间的这样子行为，其实现场是没有相关的管理人员会去发现这个事情。那我把它就令到延伸到我未来就可以协请警力去做一些相关的取缔跟开罚的动作。要如何追溯食材来源？卫生局表示，当烦恼保留甲食材商的交易凭证，就影响顶悬继续对。停管处表示，宝华外停车场目前无熟悉车路，会邀请交通局、警方来研究，认定道路安全，就应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二林溪哦，过去防弹真侪电子粪扫。台南社会大海环境小组最近这几当是发现讲，溪里的鱼啊、虾啊是有愈来愈多哦，嘛乌面拉背来遮找食食，也毋过哦，遮个有真侪粪扫拢还未清掉。台南市的环保局是表示讲，因最近有向环境部来争取经费，会来进行一个废弃物清理试验的计划哦，清粪扫佮兼回收有价值的金属。溪水当中，不管是鱼虾、花条，甚至是乌面lap尾，这几当这个所在渐渐出现袂少生物来找食。二林溪过去因为重金属的污染，虽然经过政府清理了后，环境有改善，不过环团发现讲，也有袂少污染爱清理。我们发现，在南定桥的南东西两侧，还有二人溪桥乐里，还有3小块。这3小块加起来不到100-200公尺，但是政府可以一拖再拖，拖了好多年，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这里有非常严重的重金属，有大药性污染。涨潮的时候，那边红树林的地方会被水淹到，然后下大雨的时候，这个会冲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事情。台南市环保局讲，进前甲环境部争取到要1000万来执行二林溪河道废弃物清理试验补助计划，选伫咧南定桥以东450公尺，大约40公尺块河保，去年底已经发包。那目前呢，也完成这个工作规划书的审查，那并向6合分署提出这个河道使用计划。那后续呢，我们将召开专家咨询会议，那征求意见之后呢，来展开清理工作。那在清理过程，如果发现有价的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会采回收处理的方式，来降低整体的处理成本。
因为环境部准备制定资源循环促进法，把废弃物改名改做废弃资源。款花嘛提醒讲，应该经过严格的控管处理，才会当讲是资源。若无未来乱倒废弃物会一直发生，也这个试验区等待第6核转分数核准核桃使用计划，就会当开始来清理。环保局嘛讲，计划未来2年起电子废弃物做好回收，那얻到的电子废弃物是有计效的金属，而且回收业者来处理，降低处理的成本。这摆企业嘛正做未来清理的参考。记者台南报道。教育部伫初5发布新版的辅导管教办法的注意事项甲手册，提供学校参考。伫注意事项规定讲，特定身份的学生经过学校校安检查会议审议认定，就会当接受检查亲像经仔刀这款的物件，拢禁止早去学校。过去学校若是怀疑学生有造违禁品，需要检查时，要2位以上的家长会代表、学生会干部或者是老师陪同检查。教育部修订校安检查手册，规定学校指定2位以上的人员检查，而且依照学生的意愿，决定敢需要陪同就会使。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换本的 SOP， 在不损及学生的利益跟兼顾所有学生整体的安全我觉得是蛮好的。那至于非特定学生的话，就是有一些突发状况，或是有临时有人来报，那对于这些学生的话，学校尤其要谨慎。保护管束期或者是有偏差行为，可能会危害其他人的特定学生，只要校安检查会议审议认定，就会当检查。有高中校长讲，其实从来无废掉校安检查，是现代人人拢注重学权，造成老师的惊吓。即马有寥寥解放，会当有效检查违禁品。很多年了老师也都没有进行检查那现在开始可以直接检查说，那检查之后的东西，还有学生怎么处理？在这一次的整个的修订法中，并没有再明确的让学校老师知道。校安检查手册也规定，查到违禁品或者是危害其他人的物件时，要安怎处理。不过校长记得，若是查到随时刀、美工刀，这也是要靠学校自行判断甲应变。你说拿到美工刀，这个东西就是代为保管，然后还给他，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但学生真的是因为有刀子这件事情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吗？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要先判定说这件事情是偶发型的事件还是系统的事件。教育部提供校安检查的流程甲手册，高中学校是真肯定。不过校长是讲，其实即摆关键不是伫咧检查的流程要简单化，是老师对学生无像较早有遐尼侪生活教育甲辅导时间，对学生的自信将也无够，佮较侪安检嘛无法度发挥实际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中正高工围墙边啊，最近有几啊丛的树啊，互撤掉。学校是讲因为树根浮出来，有过路人跋倒着伤。结果环保团体是真不满。教育局调查嘛指出讲，学校无依照规定通报，就先甲树啊撤掉，会要求先暂停工程，会过来追究责任。来到高雄地新路遮，规排树仔拢无去，涂骹红砖仔嘛拢无变。当地里面这几年拢有反映，讲树仔附近，多数民众行路跋倒。学校表示有协同专家来会勘，就决定移除树仔，按算要撤掉23丛，目前是移除16丛较严重的树仔。他在那边运动嘛，就是有跌倒嘛，就让他们那树根隆起，所以造成里面跌倒。花台整个崩裂，被树包住了。然后对行人的，尤其是行人的安全这个部分呢，已经有民众受到伤害的案例。互撤掉的这几丛树仔当中，有一丛是40-50年的菩提树，树位也超过市定纪念树的标准，这摆嘛互撤掉。森林协会是感觉真可惜。协会指出，明明进行到有7米宽，将红砖仔掀起来，互树根往涂骹底生，安尼唔但保护树仔，佫会当维护进行的品质。那你要把这棵树保留下来，你只要做树穴的扩大。那它扩大树穴之后，其实它要留下来是非常安全的，也不会影响到人行的通行。那它扩大树穴之后，这边大概还可以保留有1.5到2.5的人行道的宽度。那散步希望是讲树仔多，较袂啊伤热啦。卖种迄种树啊，会使曝根的啊，伤多的迄种。协会表示，大树会使提供民众纳凉、减少空污，甚至提供郊外食物。教育局经过调查，因为去年专家会勘并无决议要撤树仔，学校今年初就决定执行是违反规定，教育局会追究责任，目前先暂停工程，来做好安全措施，确保民众的行路安全。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伫嘉义市东菜市的边仔，1689年起的嘉义的双中庙
庙门口有一对用细石仔做的龙条，这几冬有必顺。庙方已经请专家按算用6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来修复。在法师的传领之下，庙方人员在进行龙条架神的仪式。伫家己市开启有335档历史的上中庙，庙门头前这对抹石仔的龙条，因为久啊有损害的状况，所以准备要进行修复。因为伊伫差不多80档以前，伊的制作方式就是足特别的，就是用阮的这个抹石仔，但是伊也知影抹石仔一般拢是咧做阮的涂骹，做阮的迄个壁啊，也是楼梯，但是要做到遮油的，我讲真的，伫台湾足歹看到啊。除了龙条以外，庙门顶面的门神嘛有彩绘落插门帮必顺的状况。庙方为了要修理这的物件，利用龙条的花草设计龙年平安符，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物主来修复这的物件。修复迄款门神的代志吼，迄钱额还佫无够，修缮的钱还佫无够，啊，所以讲咱就用这个龙年吼，啊，甲艺术，啊，甲迄个国民党做伙合并，啊，做伙来，互人依过啊，就对啦。嘉义市的上中庙，去伫1689年有注入第一古庙的讲法，后来，互日本政府拆掉，伫1947年重建了后，上中庙的建筑高单，拢阁看到迄当阵工艺师留落来的作品。修复团队表示，上中庙的龙条、门帮的门神拢真罕见、真珍贵，暗算会用6个月至8个月的时间来修复，希望继续保留这的工艺作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的中山大学学校内底有一个市定古迹蒋介石行馆，最近的翻新，嘛发现一个89当前伫日本时代起的副落地保留甲真完整，那么做伙来看卖。中山大学蒋介石行馆外观是一栋历史建筑物，内底除了办公休困的所在，这摆修复过程，佮发现1楼有一个真大遗址，这是89年前日本时代起的。因为这挖进西仔湾，过去就捌开放温水池予大众使用，伫遗址中央佮有加热器，规个保留甲真完整。在海水浴场的这个休闲的人有热水也可以泡，所以在这边也创造了温浴池的这个空间。那很特别的是，你可以看温浴池的瓷砖还有2种色调，一个是白色调的很干净的白色调，另外一个色调是茉莉色调，是跟整个建筑物搭配起来的这个色调。很特别是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布纹砖，它上面还有布的纹路。这栋过去唔那是高雄观光馆，二战过后是真做蒋介石到南部的住所，到今已经有89年的历史。这摆修复重点，团队将建筑外观恢复到过去创建时期的模样，将内底插头、塔门等等的装潢来保留过去的风貌。连楼梯边仔的图样是日本时期以打造阴影来做回魂的设计。嘛90档啊，所以伊风台地动流较真严重啊嘛。迄个咱看到迄个咱岁月吼，迄个非常斑驳迄种的迄个痕迹。这栋建筑已经800档历史，过去受到风台、地动等等灾害。中山大学伫2022年开始修复，会继续做艺文空间。学校表示，未来除了规划艺文的展览，嘛会开放参观，只是目前也未确定开放的时间。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经过将近6档大规模的翻修，国立历史博物馆按算过年后2月2日会重新来对外开放。今仔文化部长苏德来出席开幕仪式，官方今仔嘛专工小改一笔修复完成，到头一届提出来展览画家林玉山的黄牛的画作。请揭牌。伫咧台北南海路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对2018年开始启动改造升级的计划，加强开业6档的时间，总算伫2月初7重新开幕。史博馆有张大千和有游任写的毛笔字，是镇馆的典藏品。而且史博馆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后第一个设立博物馆，后续会搁再展出真侪有文主身份的国宝和重要文物。它见证了过去70年来6次的增建、扩建、改建之后，重新把结构补强，重新面世。同时，我们也把史博馆最精粹的用常设展、用特展的方式，河南的文物以及日本归还台湾的文物，今天再一次精彩的面对大众。这一幅就是林玉山老师的黄牛的作品，那个时候捐赠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受到很大的重视。另外，史博馆也更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文物的修复。
伫咧因的馆藏内底，上有代表性的就是东山菜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历史博物馆呢，承载了这样子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文化艺术的发展，其实更代表了当时，我想渡海来台，中华文化到台湾跟本土碰撞融合的过程。书博馆拍算伫2月之1，用全新的面貌推出特展，邀请大家做伙来见证台湾社会70年来的文化变迁。记者林秀凯、张耀水台北报道。龙年要到咯，新竹市香山地区一间庙寺用68万的一块的银价，3个月时间做出一尾钱龙，咱做伙来看卖。这尾金黄色的钱龙外形看起来唔那活跳跳，而且我近一个看，竟然是用1块的银角做出来的，民众拢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亮片，然后现在直接一看是金币，那亮晶晶的、亮光光。哦，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哈、金光闪闪的。本来预计是58万，语义是让我发的一个概念，因为1元复始嘛，那我发的概念，那完成之后呢，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68万。台湾美容艺术老师叶俊南利用68万的1块的金角去靠金角材质歹固定的特性，用3个月的时间豆豆做。真不简单，再完成。我们原先的发想呢，其实在10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把它完成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因为碍于其实金币真的要完成，其实它克服度非常非常的难。那这一次呢，我们尝试了好几百次，才好不容易把它这个金币呢，把它促成一个立体感。钱龙边啊，佮利用麦啊、参台啊等等，增加钱龙的艺术感。创作者表示，有代表我国丰收的艺术。庙方甲创作者拢欢迎民众在过年时来遮赢钱龙讨一个好吉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过年拜天公哦，有人是初1拜天公，有人是初9才拜。台湾美术学者林茂贤就指出讲，北中南3个地区哦，拜天公的时间是拢无啥同，也毋过拢伫主时拜拜。过年就听到爱拜天公，这是百姓除了感谢天公伯爷一年来的照顾，嘛希望新的一年会当继续得到保庇。也毋过过年时拜天公到底是倒一天呢？台湾民俗学者林茂贤指出，像北中南3个地区拜天公的时间其实拢无共款。过年拜天公呢，实际上咱台湾各地拢无共。北部地区呢是伫这个过年的初1透早主时的时阵拜天公，那中部地区呢是伫29暝，就是讲咱讲的除夕这天呢拜天公。那拜天公因为伊是道教内底地位上悬的这个神明所以拜天公的时间呢，通常拢是伫主时，就讲这天呢一开始就表示讲慎重啦今日拜天公会传什么呢？除了三牲、寿面、天公金等等，嘛会准备一寡习俗比如麻豆、成人、春节和糕仔食。除了食甜甜好过年，学者指出，这习俗嘛有特别的意义。拜这个麻豆、米豆肉呢，甲豆共款就是讲长岁寿食早在年年好食这个拜迄个糕仔代表高升代表高升土豆呢是。代表会食甲老，所以讲这品呢，拢是有伊的代表性的意义。台湾话有一句“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就知影讲天公伫台湾信仰内底地位真重要。学者表示，无论是拜的时间、方式，各有传要拜的物件，拢是百姓敬天祈福的表现。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再来看吧，参与Meta英语环台语计划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团队又搁开发出华语环台语的软体，可以当来分析台语语句的结构、姿势、声调，望讲会当来帮助本土语言的复兴。大家拢来讲台语。写华语入去就通翻译做台语，而且念出来，即阵 AI 也知影台语有腔口差。大家拢来讲台语。台语高雄腔、台语台北腔 AI 拢会晓讲，这是阳明大学智能系统研究所所长廖冠富团队研发的台语语音学习系统。已经找文章啦，就找人来念安尼，都找无同的高雄的人台北人来念安尼。阮落尾是找差不多600人。差不多全台湾拢找来。廖冠富参台文系的学者合作，找各款腔口的人来录音，未来会推出更加侪腔口的语音。
另外，团队也设计通分析台文语句结构的台文自然语言剖析器，写入台文句系统就会分析这句话安怎断句，佮有书性安怎变调。为名词为文法面顶先甲做一个分析啦。这是传统做自然语言分析第一步。对于学台语的人，我感觉是帮助真大，因为即马咱学台语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其实声调变调这个是上大的问题啦。廖冠富讲，分析语句的系统是台语 AI 发展的第一步，希望在未来的2年到3年，通发展出台语的语音自动翻译系统。不过，这就需要更加大量的语言资料库，这也是目前正在拍拼的。记者顾问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内有业者甲工研院合作推出一套高尔夫球的虚拟球场，好民众唔免真正去球场，就当来体验拍高尔夫球的趣味，佮会当来针对个人的状况设计训练的模式。对荧幕掌握着头甲角度了后，直接拍出去。伫原空调的世界，高尔夫球无伫个金字塔的顶悬，是大家拢用参加的运动项目。有业者打造虚实整合的室内高尔夫球场，要互更较侪人感受高球的魅力。在美国，你可能去打高尔夫球场，可能就只是隔壁的篮球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可能背着球袋你就可以下场了。但台湾一直没有被普及，是可以回归到其实是一般大众都可以去尝试的一个运动。我们其实未来是想要做一个跟台湾本土有关的一个高尔夫球相关的产品。因为游戏模式练习，也跟远端连线甲其他使用者拼场，边仔也有无共款的摄影机，用精准掠到拍出去的姿态进行分析，互使用人用了解家己要如何调整，或者是加强训练。业者也甲工研院合作，智慧高冷这虚实整合的系统，用自由选择无共款的地形地貌，客制化自我训练，可以实际上侦测到打击者的一个打击姿势。跟他一个动作轨迹，甚至于透过影像的方式，也可以侦测球的轨迹跟速度、角度及炫度。未来其实它可以应用到像羽球、网球、足球。我们都观察到说，现在打球的人的年龄层越来越下降，所以其实越来越多人会喜欢接触这个运动。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空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个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运动科技是科研研发的出色之一。政府自2021年规划5年46亿推动，目标是2030年运动科技产业3达要超过1兆。所以这种无受天气、场地限制，也个用甲真侪人无共款地点来比赛，个用模拟各种场地科研应用场域，会成做产业发展的新蓝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的赛马是当地真普遍的马术运动。咱来看北海道哦，有全球唯一的马拖替赛车的比赛，咱做伙来看卖。号令了后，这只弯马开始拖有起速的替速车，努力向前行，会当看出逐只马踏伫涂骹每一步拢真出力。这是我的赛马全球只会当伫北海道戴光赛马场看到，是当地真特别的比赛。每一届比赛都会当吸引真侪观众到现场替比赛马去加油。No matter how good people or horses look in the beginning, the crucial parts of the last like 50 meters, you know, so it can change at any time, which is cool. 这是北海道的传统比赛，由体重800公斤到1200公斤。过去当作是龙竞马、重型马、弯马来举行比赛，甲过去马要拖的犁换做是刹车，而且要救着600公斤以上的替刹车，载着骑师走过直线200公尺，有2个小山区的特別賽道，是全球真特殊的比賽。材木を山から何トンもの材木を出してくれたり、それから畑仕事を一生懸命頑張って物を引いてね頑張ってくれました。その名残がやっぱり物を引いた競争になっちゃった。因为马载重真重，所以会行一个停一个，嘛正做全球速度上慢的赛马。比赛时阵，马力量、耐力甲骑术的技巧，嘛正做观众露出赛马的参考重点。关于北海道，阁有其他3个城市嘛捌举办弯翼赛马，也毋过因为赛马速度无紧，有兴趣的人一直减少，造成主办单位了钱真济，所以停办。伫戴光赛马场重新整理设施，推行无分赛马，佮开发正做手机游戏了后，才豆吸引更较侪家庭甲
甲少年的客群。暂时玩游赛马内底差不多有750只马会参加比赛，尤其卢祖景遐一年累计达到555亿一票，差不多大票117亿，是2011年卢祖规模的5倍，嘛成功走掉这个特殊的赛马文化。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民众最近上时间的活动哦，是伫结冰的溪来钓鱼。也毋过因为气候暖化，一般以早拢是年底地当开始伫冰上来钓鱼。也毋过今年是拖到1月中才通开始钓，观光的收入嘛是减少真侪。这群人徛伫结冰的溪楼顶悬，准备要去钓鱼啊！加拿大东北部魁北克省最近总算进入寒人，溪楼结冰会当伫冰顶悬钓鱼啊！ Mais là, on est heureux quand on voit que la ligne bouge, on est heureux, puis on se dit. 伫冰顶悬钓鱼啊，是魁北克人的传统活动，已经有85年的历史。当年的12月底到过冬年的2月中，是上适合伫冰顶悬钓鱼的季节。在地人请在一家伙仔做伙做一间寮仔来钓鱼啊，一个钓就是规暝。Il y a des années où on pêche plus de 1000 poissons. Donc, ça dépend des saisons. Mon père, lui, avec 2 de ses amis, en a déjà pêché 1600 à 3 en une seule nuit. Donc, ça dépend des années. 不过最近这几年，对在地人还有咧做钓鱼的寮仔业者来讲，伫冰顶悬钓鱼是愈来愈无简单。因为照理讲，溪流伫旧年底就应该结冰，冰站到30公分高的时阵，才会当搭寮仔开始伫冰顶悬钓鱼啊。这一季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 一直到今年1月中，冰站才达到应该有的高度。钓鱼的季节比往年减1个月。Beaucoup de boutin, beaucoup de pluie, donc c'est ce qui fait en sorte que le couvert de glace ne pouvait pas prendre, donc. Plus de clients, fait quand on perd toute la période des fêtes, aller jusqu'à quand les enfants commencent à l'école, mais je dirais que c'est un minimum de 25% de nos revenus qui sont pas là. 伫冰顶悬钓鱼啊，是魁北克真出名的观光活动。每一年成差不多10万人来这行搭。当地伫旧年12月甲今年1月平均的气温，比一般的情形悬摄是4度。钓鱼的季节愈短，业者的损失就愈大。今年慢1个月才开始，观光的收入嘛减一半。业者讲，因是看天食饭的，无法度甲大自然来对抗，敢来当祈求气候暖化的现象会当转好，互这项传统的活动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国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 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7度，上悬18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